約書亞記第15章，猶大支派按着宗族拈鬮所得之地，是進南邊，到以東的交界，向南直到尋的曠野。他們的南界是從鹽海的盡邊，就是從南邊的海叉起，通到亞克拉賓坡的南邊，連接到尋，上到加底斯巴尼亞的南邊，又過希斯崙，上到亞達爾，繞到革迦，接連到押門，通到埃及小河，直通到海為止。這就是他們的南界。東界是從鹽海南邊到約旦河口，北界是從約旦河口的海叉起，上到伯曷拉，過伯亞拉巴的北邊，上到裏邊之子波罕的磐石，從亞割谷往北，上到底璧，直向河南亞都冥坡對面的吉甲，又接連到隱示麥泉，直通到隱羅結，上到欣嫩子谷，貼近耶布斯的南界，又上到欣嫩谷西邊的山頂，就是在利弗音谷極北的邊界，又從山頂延到尼弗多亞的水源，通到以弗倫山的城邑，又延到巴拉，又從巴拉往西繞到西珥山，接連到耶林山的北邊，又下到伯示麥，過亭納，通到以革倫北邊，延到斯基倫，接連到巴拉山，又通到雅比列，直通到海為止。西界就是大海和靠近大海之地。這是猶大人按着宗族所得之地四圍的交界。約書亞照耶和華所吩咐的，將猶大人中的一段地，就是基列亞巴，分給耶庅尼的兒子迦勒。亞巴是亞衲族的始祖，迦勒就從那裏趕出亞衲族的3個族長，就是士西、亞希曼、塔買，又從那裏上去攻擊底璧的居民。迦勒說：誰能攻打基列亞弗，將城奪取，我就把我女兒押撒給他為妻。迦勒兄弟基納斯的兒子俄陀聶奪取了那城，迦勒就把女兒押撒給他為妻。押撒過門的時候，勸丈夫向他父親求一塊田。押撒一下驢，迦勒問他說：你要什麼？他說：求你賜福給我，你既將我安置在南地，求你也給我水泉。他父親就把上泉下泉賜給他。以下是猶大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產業。猶大支派進南邊的城邑，與以東交界相近的，就是甲薛、以德、雅孤爾、基拿、底摩拿、亞大達、基底斯、哈瑣、以提南、西弗、提煉、比亞錄、哈瑣、哈大他、加略、希斯崙、亞曼、士馬、摩拉大、哈薩加大、克什門、伯柏列、哈薩舒亞、別是巴、以斯約他、巴拉、以因、以森、伊勒多納、基瑟、何爾瑪、洗革拉、麥瑪拿、三實拿、利巴弗、實因、亞因、臨門，共29座城，還有屬城的村莊，在高原以實陶、瑣拉、亞實拿、撒拿亞、隱干寧、他普亞、以南、耶末、亞杜蘭、疏哥、亞西加、沙拉音、亞底他音、基底拉、基底羅他音，共14座城，還有屬城的村莊。又有洗南、哈大沙、麥大、加德、底連、米斯巴、約帖、拉吉、波斯加、伊基倫、加本、拉曼、基提尼、
基底羅、伯大滾、拿馬、馬基大，共16座城，還有屬城的村莊。又有納拿、以帖、亞山、益弗他、亞實拿、尼色、基伊拉、亞革悉、瑪利沙，共9座城，還有屬城的村莊。又有以革倫和屬以革倫的鎮市村莊，從以革倫直到海，一切靠近亞實突之地，並屬其地的村莊。亞實突和屬亞實突的鎮市村莊，迦薩和屬迦薩的鎮市村莊，直到埃及小河，並大海和靠近大海之地。在山地有沙密、雅提爾、疏哥、大拿、基列撒拿、亞拿伯、以實提莫、亞念、歌珊、何倫、基羅，共11座城，還有屬城的村莊。又有亞拉、杜馬、以山、亞弄、伯他普亞、亞非加、宏他、基列亞巴、洗爾，共9座城，還有屬城的村莊。又有馬雲、加密、西弗、於他、亞斯列、約甸、撒拿亞、該隱、基比亞、亭納，共10座城，還有屬城的村莊。又有哈弗、伯宿、基特、瑪納、伯亞諾、伊勒提君，共6座城，還有屬城的村莊。又有基列、巴力、拉巴，共2座城，還有屬城的村莊。在曠野有伯亞拉巴、密公、西加加、力山、鹽城、隱基底，共6座城，還有屬城的村莊。至於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猶大人不能把他們趕出去，耶布斯人卻在耶路撒冷與猶大人同住，直到今日。